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4章。所罗门搁造一座铜坛，长9公尺，宽9公尺，悬4公尺半。搁筑一个圆形的东海，深2公尺20公分，直径4公尺40公分，周围13公尺20公分。东海的船下面有2排牛围地，每40公分10只，是筑东海的时上时筑的。东海安置12只铜牛的顶面，3只往北，3只往西，3只往南，3只往东，牛尾往内面。东海的高度7公分半，伊的船亲像飞的船，形亲像百合花，会当綴6万公升。搁造10个盆，5个下伫南边，5个伫北边，内面通洗献烧化祭的物。东海干担，互祭司洗肠。搁照规定的款式做10个金灯台，下伫殿内，5个伫正边，5个伫倒边。搁造10块桌下伫殿内，5块伫正边，5块伫倒边。搁造100块金碗。搁造祭司亭，嘛做大亭以及大亭的门，门扇用铜包底。东海下伫圣殿的东南边。互咱搁造盆、tú仔甲碗，安尼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帝圣殿一切的工。伊所做的有2支条，条顶碗形的条斗，嵌碗形条斗的网仔，400粒石榴分做2边，一边2排，安伫2领嵌碗形条斗的网仔，喷槽甲座顶的盆。一座东海，东海下面12只牛，盆、tú仔甲肉叉以及这个器具拢是师傅互咱，为着所罗门王起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。这个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用苏格甲撒拉但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。所罗门造的器具非常济，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。所罗门搁造上帝殿内所有的器具，金坛、摆献祭的饼的桌，在伫至圣所头前，照规个点桌的纯金灯台甲灯，纯金做的灯台的火灯甲叶仔，纯金做的灯芯的剪刀、盘、放香的撇仔，甲放火炭的盆，阁有圣殿的门，就是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，拢用金包底。